好，我係 Jenny。好開心今日加入培養堂呢個大家庭。其實我喺上年9月咧已經開始返培養堂，咁去到而家已經大5年啦。咁可能咧大家咧都會覺得係因為阿 Keith 啦，咁佢有轉會。咁其實咧係神咧揀選咗呢間教會俾我。咁喺我返培養堂之前咧，其實我已經有2年多嘅時間冇返教會。咁咧嗰時咧，其實係因為要維繫一段感情啦，咁為咗減少喺信仰上有分歧啦，咁所以有選擇離開咗神。咁但係咧，當我離開咗神嘅時候咧，咁咧關係不但會變好啦，咁反而分開咗。咁其實離開咗神之後咧，我發現咧，咁我人生已經冇咗以前嗰份喜樂嘅心啦，亦都生命咧失去咗方向咁。於是咧，咁我就去咗旅行散心啦。咁我就去咗歐洲探我朋友啦。咁喺歐洲期間咧，咁我去咗好多嘅教會參觀。咁當我教堂嘅，咁咧當我去到一間教堂嘅時候咧，我心裏面咧就有好有一個衝動咧去祈禱。咁當我每去到一間教堂啦，咁我就同神祈禱，希望神可以揀選一間適合嘅教會俾我，因為我想翻到神嘅身邊。咁神好好啦，神聽我禱告，神依然好愛我，對我不離不棄。咁咧喺翻到嚟香港冇幾耐咧，咁阿 Keith 咧就邀請我翻到嚟培恩堂。咁到而家我成為咗培恩堂嘅一份子。咁咧喺培恩堂咧，我透過學道班啦，咁我認清咗真理同埋神嘅心意，咁亦都對我信仰咧更加堅定啦。咁而呢個咧係喺我發現喺我之前嗰間教會咧喺真理嘅教導上係比較缺乏嘅。咁所以我覺得培恩堂呢間教會好適合我啦。咁其實喺當中我都有嘗試過返過其他嘅教會，咁但係最終我選擇咗培恩堂，因為我覺得呢個係適合我嗰啲。咁聖經都有教導我哋不可停止聚會。咁我感謝主啦，俾我喺靈裏揾到一個居所，亦都俾我揾到係一間教會啦，可以喺真理上面更加認識我哋嘅主。感謝主。